欢迎收听9月21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下19章31到43节。合神心意的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也是我们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哦。哥林多前书13章6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每一个决定，它背后都有一个动机和原因。而在这里讲到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是在讲到他的动机是出于爱。爱是什么？爱不是溺爱，爱不是没有界限，爱不是随便乱爱，而是合乎真理，彼此相爱。特别是在我们遇见那世界不完美的时候，是在我们遇见觉得人生人性黑暗，甚至感受丑陋的时候，这个时候更是需要选择爱，而这爱是从神而来。有一位年轻人，他就讲到，他说即使当世界充满了不完美，即使外面充满了丑陋，但是我拿了我的幸运，选择善良，选择温柔，选择在乎，选择去爱。什么样的幸运呢？其实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有选择的时候。有些人他并没有那么幸运，他好像没有选择，只能被决定。但是有这个幸运，有选择的人，在面对到不完美甚至丑陋的时候，有选择的人要选择善良、温柔、在乎、去爱。我们是这样选择的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有好多的选择同时在发生。大卫他回到他的王位，他要启程回去耶路撒冷。在过程中，他遇见了过去在落难时候跟他有许多互动的人。他选择什么呢？在标题上选择宽恕是美，他真的有宽恕吗？在标题上他选择恩待米非波设，这是恩待吗？在标题上他选择恩待巴西来，这是真的恩待吗？其实我们在面对到许多的选择，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直接判断出这到底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然而我们却在一个又一个的选择里面决定了我们的未来，而且在这个选择当中也塑造了我们的生命。而当我们有选择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事呢？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这位基列人巴西来，他是一位80岁的老人。他选择在大卫他要回去耶路撒冷，回到他的这个王宫的时候，他选择送行，护送他要从约旦河东过到约旦河西。在圣经的描述讲到，他是一位80岁的老人，他很富有。他拿他的富有做什么呢？他拿他的富有在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供给王食物。为什么供给王食物啊？因为我们如果回到撒母耳记下17章看就知道了。因为当时的大卫王正在逃避押沙龙的追杀，而就在那个时候，大家又累又饿，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跟随他的人在那样的时候，这位富有的老人就供给王食物。而今天王对他说，跟我一起渡河到耶路撒冷去吧，我会照顾你。当押沙龙死后，这个战争结束，王这个时刻好像是一个报恩的时刻他选择要来报恩。的确这个恩该报，怎么说因为巴西来在当时做这个决定是非常有风险经文只有写到他很富有，但没有写到他有没有军兵，他有没有权力，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来面对押沙龙可能会因为他善待大卫王而带来的风险。然而在那个时刻，他却选择了就是要给大卫王和跟随他的人食物。
如果我们往前看就可以看到，而且在今天他选择他并不是他做这个选择并不是要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在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如果是31节到39节，巴西亚跟大卫之间的互动，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巴西亚所做的这件事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好处，而如果大卫真的要报恩的话，他只说那就善待我的儿子金罕吧，把他带走吧，对他好一点吧。而大卫真的有这样做，甚至到他晚年要离开要离世的时候，他还交代这个所罗门说要善待基列人，特别是巴西莱一家。如果我们往列王记上看，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关系带来的是持续的彼此善待彼此相爱。这也是当我们有了什么之后，我们用什么做选择，我们有了这些富有我们用富有做什么事情，它所带来的结果。然而在下面这段经文40节一直到43节，却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选择所带出来的混乱。在这押沙龙跟大卫王之间在互相战争的时候，可以说是这个王跟王的儿子之间的内战，也可以说是这个犹大支派的内战所以对12支派来讲，就是北边10个支派来说的话他们的观点可能会认为说这就是犹大的内战，内战已经平息了。当王要回来的时候，他们是首先邀请王回来的。可是怎么半路杀出程咬金，是犹大支派人去接呢？在这前面还有发生一件事就是当这个大卫他知道押沙龙的军队败亡之后他并没有就是开始算他们的罪什么的，而是他接纳了亚玛撒。亚玛撒就是犹大支派里当时很厉害的将军元帅，所以他接纳他，也代表着说他不计前嫌。所以这时候的犹大支派，我们可以想象，原来是敌对大卫的，突然全部呢都非常支持大卫。然后这时候这以色列支派人就看不下去以色列支派指的就是北方10个支派，他们就好像在这里吵起来了。一边的人说我们先来迎接王要回耶路撒冷，是因为我们是他的亲属他们拿他们亲属的关系选择抢先要来迎接。但另外一边说就算王跟你们有亲属关系，我们对大卫王却有10倍于你们的情分，因为第一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起来反叛，而第二就是我们有10个支派比你们还要多，我们跟大卫王之间的关系当然是更深一层的。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大家都拿自己拥有的不管是拥有的是这个血缘的关系，还是拥有的是这个人民的支持更多他们好像都拿他们自己拥有的条件要去选择做一些事情。然而这样的一个选择，它带来什么结果呢？在这边说双方争辩，可是犹大人态度比以色列人更强硬今天经文就讲到这里。然而明天我们会看见，在这个争锋吃醋当中谁都拿不到好处应该说如果自家人要自相纷争，这个家就真的会经历到很大的伤害。而在这当中，我们真的要再次来思考，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合神心意的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当我们拥有这个信仰，当我们拥有这个知识，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要合神心意的事，那我们拿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我们怎么活出合神心意呢？恳求主帮助我们面对到世界不完美，面对到人性人生有许多黑暗丑陋的时刻，恳求主帮助我们活出那合神心意，更是在我们的选择当中见证什么是合神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巴西莱他充满这个风险，但他仍然愿意在大卫王落难的时候供应他。
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计较眼前看见的，不是数算这些自己的利益好处，而是我们愿意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带领我们在每一天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成为你所喜爱的儿女。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